大家好，未睇片之前有重大消息公布，呢個頻道已經開通咗會員資格，主要係俾好少嚟觀塘嘅觀眾加入會員之後，由本人親身帶領行入觀塘社區揾好嘢食，真正體驗觀塘食好嘢。詳情可以留意喺資訊欄同埋留言區嘅連結。今次呢集去食一種食物，就係魷魚。第一站嚟到觀塘駿業街，夜晚嚟到呢度中海日星中心，去呢間冰室食飯，叫咗一個晚餐，鮮嚟例湯、蓮藕湯，味道清甜。呢碟係 XO 醬西蘭花炒魷魚花，75蚊。份量算係足夠，上台嗰陣時就聞到好香。呢啲雪藏魷魚花質感麻麻，西蘭花夠腍，調味醬汁夠香，有韭黃、香葱、甘筍、冬菇等配料，白飯正常。晚餐包熱飲，熱檸水正常。總結呢碟魷魚麻麻地，其他配料一般。跟住幫襯走喺隔離嘅呢間冰室，又叫咗一個晚餐，鮮嚟例湯、菜乾豬骨湯，少少鹹味。呢碟西蘭花炒蝦球鮮魷77蚊，夠大碟，餸菜份量算多。西蘭花用蒜蓉炒過，夠香。魷魚爽滑，蝦球夠大隻，肉質爽彈，全碟嘅調味都幾好。白飯正常，又係包熱飲，熱菜物少少香甜味。總結呢碟嘅魷魚係合格嘅，其餘嘅配料都幾好。下一站嚟到觀塘成業街，幫襯呢間冰室食晚飯，又叫咗一個晚餐，鮮嚟例湯、節瓜豬骨湯，味道清甜。呢碟係椒絲腐乳通菜鮮魷，80蚊。夠大碟，份量多。魷魚嘅質感太過軟腍，通菜太腍，黐埋一劈。椒絲腐乳味道鹹香，白飯又係正常。凍檸茶要加3蚊，正常味道。總結呢碟通菜鮮魷，質素麻麻。跟住嚟到觀塘巧明街，去到呢度巧明街106號呢座大廈，喺車場行入去，搭 lift 上13樓，就會見到呢間專食海鮮同埋魚類嘅食店。地方係比較細，佢哋只做星期1至星期5平日嘅中午，每日有唔同嘅菜單，叫咗一個菜試試。呢度食飯包湯菜茶，仲可以再添加，湯味清甜又夠潤，白灼菜心啱啱好夠腍。杯茶有輕輕茶香味。呢碟味菜豉椒炒鮮魷70蚊，賣相靚嘅，一人份量算係足夠。鮮魷夠爽滑，
仲有味菜、洋葱、甜椒都夠爽。醬汁係輕輕香甜味，白飯夠軟熟。總結呢碟魷魚算係好食。下一站嚟到觀塘開源道，幫襯呢間茶餐廳。地方夠大，有好多座位。叫咗一碟飯試試。鮮嚟凍檸茶要加3蚊，味道正常。呢個係豉椒鮮魷飯，62蚊。以為係碟頭飯，點知飯同餸分開裝。餸料賣相呢，聞到好香。有好多魷魚，夠爽滑。洋葱甜椒夠爽帶甜味，醬汁夠香帶輕輕辣味。呢度嘅白飯質感就一般。總結呢個豉椒鮮魷係合格嘅。今次最後一站嚟到觀塘翠屏北村，嚟到呢度翠屏街市上去1樓，幫襯呢間茶餐廳。地方比較細，睇睇餐牌，叫咗一個餸，先嚟節瓜豬骨湯，味道清甜。呢碟西蘭花炒鮮魷76蚊，賣相呢夠大碟，份量多。魷魚好爽滑，易咬開。西蘭花夠腍，有薑葱、甘筍、草菇配料，調味幾好。把飯正常。要飲品係加9蚊，熱菜物少少香甜。總結呢碟西蘭花炒鮮魷係好食嘅。鍾意呢個頻道影片就請按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下次有新片推出就即刻收到通知。今次食咗咁多魷魚，膽固醇實超標。最緊要嘅係要均衡飲食，做多啲運動。多謝我哋嘅會員，多謝大家支持收睇，拜拜。